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2月1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叫外资有没有大规模撤离中国。这个是2月10号人民日报发的一篇这个评论员文章。他这个文章开头引用的是一个网友的留言人民日报引用网友的留言，这个非同一般网上有自媒体说外资正在大规模从中国撤出去，这个说法靠谱吗？我上网查了查，发现2024年全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 27.1%， 同时新成立的外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9.9%， 两个数据是不是自相矛盾？这是一个网友留言的。首先这个网友留言他说的这些未必准确只是一种感觉或者一个观点。人民日报说他说这位网友观察非常细致，回答这个问题想先说个身边故事。这人民日报写的文章他说沃尔玛大卖场大家都不陌生，有没有感觉到近年来许多门店关闭了？是不是常看见类似沃尔玛撤离中国的新闻？但这是全部事实吗？未必。就在2024年12月18日，沃尔玛山姆会员店在浙江温州开设了全国第52家门店。更直观的是2024年第3季度，沃尔玛在中国净销售额同比增长 17%。一家总被传撤出中国的企业，却在中国市场保持销售额增长，矛盾吗？这个是咱们媒体人就是叫宣传人员，他们必备的技能，叫以部分事实替代全部的事实，以偏概全，以点盖面，对吧？网友大家说的是外资在大规模撤离中国，他举了一个沃尔玛的例子。沃尔玛在中国开了很多山姆会员店，沃尔玛的营业收入增长了 17%， 你怎么能说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呢？你看看就是他就这么简单的一转换，90%的8到15岁的人他就想不明白，就这么简单。这个文章接着说一家总被传撤出中国的企业，却在中国市场保持销售增长，矛盾吗？这恰恰反映了中国市场的变化。在消费需求个性化、多元化趋势下，在本土零售企业强势崛起下，传统商业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了。快速反应跟上中国市场变化的外资企业才能获得成功。一句话，在时代在发展，中国市场已今非昔比，中国与外资的相对关系有了新变化。在讨论外资是否撤出中国时，先要搞清楚中国还需要外资吗？是个好问题，就是现在我们还需不需要外资？现在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从资本紧缺转向资本富裕，从注重引进外资转向引进来走出去并重。一些网友认为中国没有那么需要外资了，一些外媒借此鼓吹中国不欢迎外资。显然资本富裕和走出去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外资了。加快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外资仍是关键枢纽。好了，这人民日报他也承认我们需要外资，大大方方的说，不要绕来绕去，绕弯子兜圈子，就是中国现在发展离不开外资，还需要外资。那既然人民日报这么说了，那你回头看一看这几年你都干了啥呀？跑到那个宝马站台要吃人家免费冰淇淋没给，就要把人家赶出去网上这些愤青粉红正能量不是要把外资赶出去吗？你说这个沈阳政府都心惊肉跳你这要把宝马赶出去，你让人家怎么活那个一个卢教授，对吧？每天宣传的就是一切都是美帝，对吧？这个外资挖的坑30年前就给你挖的坑维维教授在电视台公开说外资撤离中国是给中国机会，还有什么专家教授说外资撤离中国肠子都悔青了，对吧？人民日报大大方方的说中国需要外资，中国发展需要外资那你这几年你这宣传口的人在干什么？不是在反制宣传吗？对吧？你在国内形成的这种舆论效应就是要把外资赶走，一方面也需要外资，一方面也把人家赶走，这不是一种精神分裂吗？对吧？当这个三农专家坐在那儿娓娓道来一切都是金融资本，外资如何如何，为什么这些声音在网上大行其道？这个是不是说明叫叶公好龙一方面盼着外资来，一方面又害怕外资，诋毁抹黑外资，这不就是精神不正常吗？人家说外资大规模撤离，他不高兴，说没有。这个人民日报说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出台了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举措，举办进博会、练博会，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给予外资国民待遇，外资进
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中小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这是新设外国企业数量较快增长的重要原因。这个实际上政府一直在做啊，但是你宣传口在干什么？在颠倒黑白，对吧？实际上各地政府啊都在大力的引进外资，你不管是给特斯拉啊什么特别条件，以最快的速度帮特斯拉落地。最近北京市政府又推出一个政策，就是所有外资啊这个管理人员可以办一个签证，只签一次180天。大家可以看那个新闻，实际上就是北京又往前迈一步，让这个外国人呢更容易到中国来做生意、搞企业。你签一次180天，那不就相当于你一年来签2次就完了，你就可以长期在这待着，而且还可以委托别人代签。总之啊，是越来越方便。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还不就是为了吸引外资嘛，吸引国外的人才，吸引国外的管理人员，能够长期在中国安心的在这儿扎根在这儿。但是你舆论对吧？你这个宣传你在干什么？这胡锡进老师在干什么？对吧？加州老师被封了，要不然加州老师比谁叫的都凶。大家还记得吧？2年前那网上那是不要外资必须要赶走啊！你这会儿人家外资走了，你人民日报跑出来喊我们需要外资，而且人民日报你喊需要外资，你应该对着那正能量小粉小红喊大耳光子，对吧？扇他们。人民日报说啊，那引资规模为何下降呢？他也承认啊，外资数量多了，就是外资在中国新设了很多企业，但是钱少了。人民日报认为这个不要紧，只要企业多了，钱少点不要紧。他怎么解释啊？他说产业投资是面向长期的理性经济行为，受中长期多重因素影响，数据上下波动是符合经济学规律的。先看短期，2021年以来，我国连续3年引资规模超1万亿元，外资大量流入，集中释放了投资需求。2024年有所收缩，也在正常范围内。你看看到他这儿升那好，降也有道理，反正都是好。这就是宣传的重要，就宣传告诉你这就是好，对吧？你考60分那也是好，考98分也是好。按照人民日报的解释啊，你60分为什么好呢？你这个60分比以前那个98分意义更大，因为你这次60分啊，你那个本来不会做的题你都会做了，那些错掉的40分啊，只不过你是粗心大意，而你98分啊，那2分你是真的不会做，你就是不会。所以这么一解释，发现60比98要好。你看他怎么解释了啊？他说再看长期，全球跨国投资呈现出服务化、轻资产化趋势，利用外资规模和新设企业数量之间也会出现现阶段性反差。他说目前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规模占70%左右，服务业轻资产属性明显，这对引资规模的影响可不小。他说数据反差能理解了，外资对中国到底是啥态度？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这是众多外资企业的共同心声。今日之中国，技术突破，人才累积，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世界工厂含金量跃升，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显著，世界市场空间广阔。他说毫无疑问，一个持续发展、动能强劲的中国，一定是外资眼中的香饽饽，但同时一个充分竞争、市场开放的中国，外资企业必须拿出看家本领，才能站稳脚跟。这些年，一些没跟上中国市场发展的外资撤出了，更多技术含量高的外资进来了。你看看啊，这解释就问你服不服吧？虽然我们的外资规模下降了啊，待会儿告诉大家下降了多少。虽然你这次考差了，但是啊，你很多不会的题你会了，难的题你都会了。虽然你上一次考的98，但是你不会的题你还不是不会吗？你看。更多技术含量高的外资进来了，也就是我们这个钱啊，虽然少了一大半，但是那个进来那个钱那是高技术的钱，那资金还分高技术资金，还有那低技术资金。你那个考分啊，对吧？虽然都是分，但是你那个有的分是高质量的分，有的是低质量的分。这个凸显啊，宣传的重要性就在这，怎么把死的说成活的，对吧？怎么把白的说成黑的？胡鑫老师就专练这个，就是你现在存折上啊，以前是10万，现在只剩1万了，那人民日报给你解释是。以前的10万那是低质量的10万，有什么用啊？现在这1万才是高质量的1万，这1万才管用。就问你听不懂没听懂？没听懂就自己想。那有人就说了，那我这少了9万呢？人民日报的意思就是少9万怕什么呢？对吧？有你那1万高质量的那1万，后面什么都有。人民日报接着说啊，近年来美西方一些人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全球跨国投资持续低迷。
这对我国吸引外资带来了不小挑战。外部环境是严峻，越需要以高质量发展、高水平的开放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坚定开放，互利共赢。中国人是认真的，还是那句话，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这个可以充分的体现出人民日报啊这种既要又要这种矛盾的心态，实际上充分的反映是一种自卑的心理，对吧？他一方面说全球投资低迷，这外资少，到我们这儿那就是少的，那是低质量的外资，高质量都到我们这来了。你说这种解释你要不服也不行，所以稳中向好的局面在他们嘴里从来不变。这个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啊，昨天刊登了一篇文章，它这个标题啊叫中国2024年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规模录得新高，就是离开中国的外资啊创了新高了。人民日报在这边还喊一切都是刚刚好。他说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外商直接投资就是 FDI 啊净流出规模录得历史新高。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上周五就是2月14号啊公布2024年4季度以及全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彭博社引述数据报道，2024年中国 FDI 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啊，净额减少1680亿元美元呢，资本外流规模为1990年有记录以来最大。外商对华投资额在2021年触及3440亿美元的历史高点，此后持续下滑，流出中国的资金将近1700亿美元，创了有记录以来的新高。就这个对吧？宣传员呢还在喊一切都是刚刚好。外资公司撤资之际啊，就是外国企业撤离之际，中国企业也加速将资金转移至海外。去年全年对外投资1730亿美元，而外商流入中国的投资规模仅为45亿美元，为1992年以来最低水平。你看看咱们啊，对外投资1730亿美元，而外商流到中国的投资规模只有45亿美元。你说这个人民日报还说这45亿美元是高质量，以一当十啊，这45亿美元比你那个流走的1680亿美元呢，那质量高得多。中国商务部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新成立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9.9%， 但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 27%， 也就是很多外企在你这设立一个公司没有钱进来，你看就成立一个公司而已，没有钱进来他怎么会招人呢？怎么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呢？搞一个空壳公司，那他可以一口气设个10来个，外资企业数增长 9.9%。由于统计口径和数据编制方法不同，外汇局和商务部公布的 FDI 数据存在一定差异。不过说两个数据的下跌趋势均表明中国市场对外资吸引力逐渐减小。人民日报说是我们的吸引力在增加，与中国同行，你说到底谁说的是符合事实呢？随着中美两国开启新一轮贸易战，更多企业可能受到牵连，阻止资本外流对中国将更具挑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 10% 关税后，中国在多个领域采取反制措施，包括对美国科技巨头谷歌进行调查，以及将知名服饰品牌 CK 所有者叫 PVH 公司列入黑名单。华尔街日报此前也报道称中国考虑调查苹果、博通和新思科技等美国企业。有意思的是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还专门点了一下就是我们刚才念的人民日报的评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同一天，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就外资大规模撤出中国之说刊文强调，中国市场已今非昔比，外资企业必须拿出看家本领才能站稳脚跟。这篇题为外资有没有大规模撤离中国文章写道，这些年一些没跟上中国市场变化的外资撤出了，更多技术含量高的外资进来了。也就是人家外媒还把人民日报调侃了一下，这脸都被打肿了，然后他说我伙食好，营养好，脸胖的，就是打肿脸充胖子。我刚才说了这个喉舌一方面他也知道外资很重要，说了一堆，实际上政府也在这么做，对吧？吸引外资，但是嘴上那是不能输的，那坚决不承认，就是外资你爱来不来，对吧？你来了你混不下去了你就走了，留下来那都是精华，就这种叫自欺欺人的。正是因为这种矛盾的心态一边政府是大力的招商吸引外资，一边是这些网上这些粉红正能量，逮谁都是1450，
逮谁都是卖国贼，对外资喊打喊杀，对民营企业也是喊打喊杀。这个风是不是吹过了？哎，现在改正，把家头老师禁言，那禁的晚了，对吧？我应该在2023年就说了，这个家头一定要禁言。结果你看看，拖到2024年年底，现在又开会啊，跟民营企业家座谈。这个会应该5年前开，心已经寒了，对吧？你再去暖人家的心，你要花更大的代价，不就这么简单吗？阻止资本外流，现在这个难度越来越大，对吧？大家也知道，一直关注我频道的都清楚，我说这些小粉小红所作所为啊，就是在砸自己的饭碗。他还不知道，他认为砸得好，他以为是在砸美帝的饭碗，实际上在砸自己的饭碗。现在饭碗砸无可砸了，吃饭都是问题啊。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好朋友老铁，这个巴西最近不是跟大国关系是越来越近吗？这个巴西总统卢拉啊，他不看巴西队啊，或者他也看巴西队，但是他还看中国足球，也不知道是心里怎么想的啊。这个最近啊，就这个喜欢看中国足球的巴西总统卢拉呀，他突然啊把矛头对准大国。巴西总统卢拉指责大国的技术崛起是通过抄袭。这个巴西总统卢拉周五发表讲话，将矛头指向大国，并指责北京以及美国和欧洲公司采取的做法，使大国实现了快速的技术进步。在一次关于巴西国际关系的电台采访中，卢拉表示大国之所以能成为技术强国，是因为抄袭了上世纪80年代外国公司生产的一切，并在西方产品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从而给资本主义上了一课。不知道这个正能量啊，小粉小红天天吹巴西的，巴西是南方国家嘛，在很多事情上面跟大国遥相呼应呢，他怎么能这么不讲武德呢？背刺大国啊，大国哪一点对不起他？这个卢拉说啊，大国人做了什么？他们抄袭。是的，他们抄袭。与我们尊重专利法的巴西人不同，他们抄袭一切，他们抄袭、改进并派出许多人出国学习。卢拉评论道。巴西总统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巴西正准备于今年7月在里约热内卢主办金砖国家峰会，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采取一系列关税行动后加强与北京的协调。卢拉直接批评了美国领导人，并暗示他可能会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大家还记得这个巴西这个检察官突然检查那个比亚迪的那个施工现场，也就是那个劳工事件啊。你再看看卢拉对大国的评论，那是满眼的鄙视啊、鄙夷。你们取得这些所谓的技术进步都是抄的，跟我们巴西人不一样啊。我们巴西人尊重专利法，对吧？我们巴西人尊重劳工啊。你大国取得这些成就，一靠奴役劳工吗？工人跟奴隶一样。第二，抄袭。这不就这意思吧？你大国的法宝就是这个，你也不能说卢拉说错了，这卢拉说的好像你还不好反驳他。但是作为好朋友，你这么赤裸裸的啊，打人不打脸吗？你是专打脸，你说这让小粉小红怎么受得了？咱们的老朋友怎么能这么干呢？怎么能揭底呢？揭人短。实际上啊，小粉小红应该正视巴西总统卢拉的这些评论，不要动不动就清场式遥遥领先，不要动不动就厉害了我的国，不要动不动就是美帝啊30年前挖的坑，这回好了，美帝啊他不给你挖坑了，不跟你玩了，你怎么办？对网上这些反制言论，一方面要釜底抽薪，就是把后面鼓动的那些人把他拎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人什么势力在干这事。另一方面也把这些小粉小红，对吧？这些天天反制宣传的这些人的对立面呢，要把人家放出来，容许人家说话，对吧？你网上只有反制教育，那你说这个舆论，对吧？这个风气怎么好得了？我在很久以前说过啊，你要说啊，这个咱们经济啊触底回升，要回暖，要怎样？有一个重要标志啊，就是舆论的放宽，换种说法就是思想减。如果这一点啊没有达到，那你很难说经济会什么转好。每一个企业家，每一个民营企业家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啊。这就好比那个乌克兰，对吧？那乌东4个州在刺刀下去投票，他们都投了赞成加入俄罗斯，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你要创造一个环境，让这些外资，让这些民营企业家心甘情愿留在这儿奋斗，肝脑涂地，对吧？而不是想着赚点钱就要润到国外去。你要知道，这些民营企业家，这些有钱人赚了一点点钱，这就想往国外润，他的根本动机、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安全，是稳定，对吧？如何打消这些有钱人、这些致富带头人、这些致富小能手，打消他们的顾虑，对吧？在这方面要多做工作。第一步就是言论更加宽松，连话都不能说，你让人家怎么相信？这一点胡一进老师说的对啊，叫吓鸟论。这些鸟啊已经被你吓怕了，你现在再把它哄下来吃食，它哪有那么容易？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根本的标志之一就是言论越来越宽泛，环境越来越宽松。只
有这样后面才有转机，对吧？你把这些民营企业家叫到一起表忠心，那肯定没问题啊，口号喊的一个比一个响，但是动作呢没有。这些喉舌要主动的减少这种反制宣传，根源就是在这些喉舌，推波助澜就是这些喉舌。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